大罢免条炭烧，内政部按什么修订政治现金法？未来罢免案的领銜人、告被罢免人哦，会当来接受政治现金来装相关的经费。内政部长刘世峰是表示讲，目前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在讨论，卖来评估境外势力的影响哦。这届罢免敢有法度来适用呢？内政部是表示讲，拢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。 全台湾当地大罢免，不过即卖规范之下，干那政党会当收政治现金。即卖内政部研究修法，要成立罢免案提起的领銜人甲被罢免人，会当伫第二阶段连续开始收政治现金。所以现在行政院正在召集，包括内政部选委会、陆委会，还有监察院所以政治现金法呢，大概有修30多条。 那这里面呢，我们会根据现在社会上对于很多政治现金上面不同的想法，有没有进步修改的空间，会持续努力。根据政治现金法违反规定收，会按照收的金额处2倍罚款。若那违法得到的政治现金，也全部没收。罢免团体是呼吁加速修法。 不过，敢有适用伫目前当咧进行的罢免行动？内政部干那表示，草案已经送入去行政院审查。民主的一部分，我也认为应该也有可以相关的法律来管制、来制约。我们当然是很希望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可以操作的这个模式。第二立委对修法是赞同，认为罢免方或者是被罢免方权利义务应该平衡。 避免无对称的战争，原来民众党是搁再重新强调联署加检的重要性。相对我们罢免方来说，被罢免方来说呢，那这个在被罢免的时候呢，那到底能不能使用政治现金？这个也是一个灰色地带，法律根本没有做规定。我个人是赞成啊，那当然就是说内政部我们也希望说它可以研议，就是说让这个罢免的开销可以有合法的申报。内政部啊。 在处理有关于相关的机制的时候，对联署程序加严这件事情，怎么样避免政党操装假名册？这件事情我们不是早就说了吗？一个堂堂的主管机关，可以掩耳盗铃到这样的程度啊！内政部提起修法的方向，也会针对政治现金敢有牵涉到中资进行评估。刘委会是呼吁，目前咱国的反渗透法拢有明确的规定，那如有团体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委托或者是资助，违反规定，拢会积极查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